这天对耶和华话来做，天灵的万类对伊的喙的气来成。伊自集海水，亲像为对，收藏深淹伫库房。全地着敬畏耶和华，凡那徛起伫世上的，拢着惊喜，因为伊讲出就有，并伊命令就徛在。耶和华互列邦的计划，拢为空空。互正百姓所想的无功效，耶和华的计划永远徛在，伊的心所想的到万世代。真耶和华做伊的上帝的，迄国有福气；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三甲来吟诗，圣诗125首，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吟全首。会场请起立。徛地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诵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地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是来考验。考验文29篇，考验文29篇，圣经的后面也是诗篇119篇。
听着，我来起，请咱来用。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你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是咱三角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武汉肺炎病毒畅行伫全世界的时阵，有侪死失，侪痛痛，互人拢伫惊吓绝望的中间，甚至阮也久久袂通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因为你的怜悯，赦免阮所有的罪，互这个病毒紧紧离开阮，互伊会当无搁再复活。主啊，阮只有求怜悯，因为伫你怜悯的时，你就要将这个灾厄收回去，无搁再向行伫阮的中间。但阮台湾已经得到你的保守，伤害上轻，也已经拄起这个禁令，恢复通搁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感谢你，阮懊恼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阮的心神充满喜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你搁一遍用你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污秽。一礼拜久的中间得罪你的，无互你欢喜的，拢求你赦免，也求你赏赐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伫阮圣殿的四角落，互撒旦无旁通入，上你的真理通刻条伫阮的心内，也会明白这真理，会将你爱阮行、爱阮守的有气力来尊叹。愿你的国降临伫阮的国家，互阮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一切咒诅。求你破碎阮的心，互阮通降服伫你的骹下，互你的旨意得成。阮也感谢你，昨你正业执事的老爸，你新发长老的个别礼拜，你互天气拢总真好，家己礼拜中顺利进行。阮的牧者伫遐所讨办的信息，伫呼召遐个伫会中迷信的人，得到感动，主你的圣神大大感动因，互因知影，因真正都活倒转，因为主你伫天灵伫遐伫等因转来。求你的圣神也大大感动因。这时，阮也恳求你，因为你的怜悯，
医治所有病痛的人，安慰忧伤的人，用你大气力帮赞伫患难中的人，带因到开阔的所在，安歇伫清净的溪边。做兵甲出外兄弟，求你甲因支持，互因所做一切一尽亨通。求你用你的听的灵激励阮搁较爱你，为有合一的心投入伫教会逐样的时间。阮也恳求你用圣神大大充满伫陈牧师的顶面，用油抹伊的喙，透放你的信息伫阮的中间，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带有气力，刺插阮的心，互阮会当得到帮助，所行合理的旨意，安静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听叹你的教示。阮将今仔日礼拜对头到尾，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感动甲垂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看一节的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咱要对第1章的1节看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章，咱要对第1节来读到第8节。听着，我来读。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相甲伫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相甲伫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面内面，这个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入伊。有一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这个人来做干净，是要为着光做干净，互众人对伊来信。伊毋是迄个光，是要为着光做干净那定。有真的光来入世间，得照万民。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多听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去伊的阳光，亲像独生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为着伊做干净。就讲，这个就是我所讲，得了我来的，成做我的大声，因为伊本大声我伫地。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煞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去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囝有表明伊正道，请陈牧师。是道成做肉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牧师伫台语场的讲道会用华语来进行，一方面是因为牧师手头的这注解册还是参考册，坦白讲，拢是用华语的文法，也是迄个口气所写的。
佮另外一方面，牧师每一届去准备讲道的时，第一个想到的，毋是使用的语言。第一个想到毋是我要使用啥物款语言，第一个想到是我要安怎讲，咱的信徒才听有，才会清楚，听会明白。所以一准备的中间，我发现真侪的字眼，真侪的用语，需要用华语来表达。所以今仔日你若是习惯听台语的，请多多包涵。牧师家己讲台语嘛是讲较煞拍，总是因为信息的缘故，所以等下我会用华语来进行。分享大声，咱搁一届做伙来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主啊，是出于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而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个灵，所以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做礼拜的这些弟兄姐妹，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愿主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门，领受主你的话语，并且借着圣灵的运行及感动，赏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我们也将以下的分享过程全然的仰望在你。我们如此祷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电视非常喜欢拍一种戏剧的类型，叫做穿越剧，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在看电视？没有，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啦。那穿越剧知道什么意思吗？穿越剧意思就是说，故事里面的主角，他因为一个什么样的缘故，他从他平常生活的这个时空呢，不小心掉到了过去的历史这个时空，或者是不小心的进到未来的时空，甚至是跑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世界。然后接下来，这个主角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事件，这个东西叫做穿越剧。用台语讲，就是真放假的代志啦。好，你对这个世界走去无同款的历史，无同款的这个世界，一遐产生的这个故事，好，所产生的不同的故事，这个叫做穿越剧。这种穿越剧，它有两种穿越，一种是穿越时间，一种是穿越空间。好，是不同的穿越哦。来，牧师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就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除非你是年轻人，但是你不要装年轻了哈。这部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请点个头，没看过的表示你很年轻。好，大家都有看过了啊。回到未来要说什么？就是说主角们因为一台时光机械的缘故，他回到过去，他也前进到未来。好，这是时间上面的穿越。那时空的穿越、空间的穿越是属于什么呢？我想之前也有一部电影拍成2部啦，哈，它总共有7部，叫做《纳尼亚传奇》，有没有？第1部里面叫做什么？狮子女巫，还有魔法厨。那在第1部里面，所有的主角就透过这个衣橱怎么样，从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跑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叫做纳尼亚世界。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或者是说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主角耶稣，
他的穿越可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刚刚有说到电视剧里面又可以穿越时间，又可以穿越空间，对不对？那我要说的是，耶稣他两样都可以。耶稣他既可以穿越时间，他又可以穿越空间，并且在今天我们的福音书一开始，这个故事的旁白，施洗约翰的介绍之下，他告诉我们，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超越时空、超时空的一个存在。这个主角是一个超时空的存在，为什么呢？他说，在有这个世界以前，这个主角在不在？他就存在了。有这个世界进前，这个主角的安那，他就存在啊。而世界在创造、在受造的过程当中，当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过程当中，这个主角，也就是约翰所说的这个道，也参与在其中。特别的，这个道，这个主角，他也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直到世界的末了。注意听哦，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直到世界的末了。而这个主角，这个道，他就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刻，他决定了，他要用人的形象、人的姿态来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为什么牧师一直强调说是人类的历史？因为一说到历史，它是有时间性的，意思说有一段历史就是有一个开始跟结束，所以它才称为历史嘛。而耶稣基督，注意听哦，他是参与到人类的历史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位主角，他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影响及限制，他喜欢怎么做，他喜欢做什么，都无法限制他。即便他今天取了人的姿态、人的形象，他仍旧是一个超时空的存在，他拥有超时空的能力。如果我们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翻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位道成肉身、取了人形象的这个耶稣，这位主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超时空的存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项，第2章1到11节。好，牧师接续讲的拢是约翰福音嘛。耶稣那个接下来讲的都是约翰福音哈。第2章的1到11节，这是第一项，耶稣把水怎么样变成酒，这是一个物质结构的改变，这是一个物质结构的改变。来，我们来看第2项，第2项记载在第4章46到53节，一样是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3节。它记载什么？耶稣治好了大臣或者是官员的儿子。但是耶稣怎么治好他的？他有去到官员的家里面吗？他只说了一句话：“恁囝好啊，你儿子好了。”耶稣根本没有走到别人的家里面，他只说一句话说：“你儿子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超越空间的能力，这是一个超越空间的能力。来，第3个，我们来看第5章1到8节。第5章1到8节，耶稣他在毕士大池旁边治好了一位瘫子，台语这变水的啦，就是规组害了了的，这种人，耶稣治好他，这是什么？这是化腐朽为怎么样？为神奇啦。意思讲，一个人规组害了了，耶稣的医治了，伊安那规组好哩哩，整个人都好了，瘫子嘛。就瘫痪啊，全身不能动，他好了，他站起来了。来，我们来看第4项，记载在第6章的1到13节。好，一样是约翰福音第6章1到13节。主耶稣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是物质上面量的怎么样？量的改变，由少来变多。由少来变多。我们再来看第5项，第5项一样是在第6章
16到21节，第6章16到21节。6章16到21节记载什么？耶稣他走在什么上面？海面上。以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而言，人有办法走在水面上吗？以水的质量加上我们人的重量，我们不可能走在水面上嘛，对不对？你看耶稣他超越了这些定律。我们来看第6项，第6项记载在第9章的6到7节。来，第9章的6到7节，耶稣在这里做了什么？他医好一个生来怎么样瞎眼的。意思讲，伊生落来目睭就是安那，青眉无功能，看袂起。但是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一个有机体的再造及修复啦。有机体的再造及修复，意思是说，我们肉体的机能功能坏掉之后，坦白说，就算现在的医术，你有办法恢复到完整原来的样子吗？没有办法，很难。但是耶稣怎么样，在他身上产生了再造及修复的功能。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11章的1到44节。11章1到44节，这一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就是主耶稣他叫拉撒路怎么样复活。这显示了什么？他赏赐生命，他是生命的来源，他有创造及赏赐的这个大能。我们会觉得说，耶稣他所行的这些神迹，觉得说很了不起、很厉害，对不对？但是约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约翰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什么？道所创造的。意思是说，我们抬头看见浩瀚无垠的宇宙，这些日月星辰都在这个道的设理之下来运行。那么这些神奇奇事发生在地上的，还算得了什么吗？宇宙万物都可以托住，都可以设立，这些神迹奇事，其实对这个道，对耶稣而言，真的不算什么。然而，这个道在出现之前，这个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之前，特别对犹太人而言，这个道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个道在旧约时代，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位格存在。他怎么样现身他自己？有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好像是智慧，他好像代表了智慧。我们看智慧书，好像智慧它被位格化，但它就是好像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有些时候它又好像是律法，因为律法代表神的话、神的旨意。有些时候它又好像是上帝身上的一部分，好像上帝彰显力量的一种方式。但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约翰福音第1章序言的部分，故事的旁白，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他是有别于上帝之外的一个存在，他是有别于上帝存在的另外一个位格，但同时他又与上帝认同。故此，这个道他的地位并没有被贬低，并没有跟上帝矮一截，又同时因为他是上帝的道，他是上帝的话语。就希伯来的文化而言，当人家说耶和华的话语、上帝的道的时候，指的就是上帝本身。神的话代表了他本身，但同时这个道都不代表上帝，它本身就是上帝。听起来有没有觉得玄之又玄？有没有？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点玄，有点妙。但是约翰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而这个我们也可以用三一上帝这样子的教义概念
来看待。道太初与上帝同在，道就代表了上帝本身是神的话语。而如今，这个等同于上帝的存在的这个道，它要用人的形态、人的样式进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了。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穿越剧的东西，对不对？穿越时空、穿越空间。接下来我们要从穿越剧这样子的概念转化成古装剧这样子的概念。好了，穿越剧大家不知道，那总该知道古装剧了吧？来，恁刚捌看过古装呢？捌看过请雅楚，互无输一个信心好无？无就惊恁听无咧。穿越剧听无准煞，古装剧莫讲听无，古装剧听有啦吼。这古装剧特别，你们回想一下那种宫廷生活的那种剧情，好，我相信我们在古装剧里面都一定看过这样子的剧情。皇帝身旁的这些钦差大臣或者是太监，当他们拿着圣旨要宣布之前，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样？跪下，下拜，不管你官位多高。只要有一位钦差大臣、太监拿着圣旨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下跪。然而，这些政府官员、这些平民百姓，他们跪的是这个大臣、这位太监，还是因为圣旨？他们是因为什么而下跪？圣旨，因为圣旨代表了什么？代表皇帝亲临现场、亲自说话一样啦。那个圣旨就代表皇帝本身一样。今天你看到圣旨，你听到圣旨不下跪、不听命令的，你等同于得罪谁？得罪皇帝。不免俗套的这些宣读圣旨的人，一定会讲一句话嘛：奉天怎么样？承运，皇帝诏曰。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命令是顺应天命来下达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皇帝的命令你不听的话，你不只是忤逆皇帝，你也忤逆谁？你也忤逆老天爷啦。好，对古代人而言就是这样子嘛。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一概得罪两个人，一个得罪皇帝，另外一个得罪啥？上帝。今天我们读的福音书的这一段序言的部分，就是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这一段序言的部分，就好像是圣旨被颁布了一样。圣旨被颁布，而施洗约翰就好像钦差大臣，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是先知。只是这一次很不同的是，平常借着先知在传话的那一位君王，他对着这位钦差大臣，也就是施洗约翰，先知施洗约翰跟他讲说：“你跟平民百姓说一件事情，我往后不再借着你传话，我要亲自到人民的生活当中，我要进到人民的里面，我要亲自来接触人民。”而这就是在序言的部分，这一位先知、这一位传话者施洗约翰所要表达的、所颁布的这个圣旨。简单的说，我们看圣经文绉绉的，我们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先知他告诉神国的百姓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以后你们都不会再听到圣旨了。为什么？因为借着圣旨说话的这个本人要怎么样？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他要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要来明白我们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同时，施洗约翰这位先知，他也说了，平常听到圣旨的人，你不听的，你不理会的，你要注意了。因为你平常没有在听君王的话，然而那些渴慕君王的可以亲近你，让你有机会朝见君王，
跟君王恳求事情的，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因为君王会亲自来找你。特别，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这位君王他会微服出巡，因为道成肉身，他从宝座上面下来，取了人的形象，他微服出巡。你可能见不到他的荣光，你可能看不到特别的地方，他就像好像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你的属灵眼睛要睁开了，要好好的看，要好好的看，因为你将会不小心来遇到他。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想象，在旧约的时代，上帝一直透过先知前前后后的、反反复复的，一直要先知来传达一道圣旨。这一道圣旨是什么？这一道圣旨就是律法，就是天上君王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及期待，叫做律法。这是第一版，也是第一份圣旨。问题来了，我们所看的旧约里面，他们承接这些圣旨之后，请问这些上帝的选民有遵照圣旨的生活来生活吗？有没有？没有嘛！上帝在说的，上帝要求期待的，他们都做不到。而如今，这位传话者，这位钦差大臣，这一次他所传的圣旨内容不大一样，不大一样。这个内容你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福音听在不同的人耳中，会有不同的反应。本来就不遵守上帝命令的人，不遵守律法的人，会感到害怕。为什么？因为那位君王亲自来了，亲自来了，甚至不仅害怕，还会密谋想要杀掉君王。反正他微服出巡嘛，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常人一样。然而，平常那些渴慕君王可以临到的人，真的是有福了。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会睁大眼睛。他们会去观察那一位微服出巡的君王到底人在哪里，谁可以接待这一位君王，谁就有福气。我们知道说，一般的平民百姓不可能，也一辈子不会有那样子的机会进到皇宫里面来朝见君王，跟君王求什么，对不对？一般平民百姓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现在机会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君王，这个国王，他微服出巡，他要进到百姓、进到人民的当中。哪怕你是一个穷人家，哪怕你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只要你可以接待到这一位君王，你的家因此就会充满荣耀，因为君王就在你的家里面，而你所求的，会让你得着丰丰富富的恩赐及赏赐。即便你是穷人家，即便你的房子破破烂烂，都会因为这位君王的来到充满荣耀。今天我们反观的教会，教会不在乎建筑大小，也不在乎说设施是不是非常的完善，我们享受在其中。或者是追求人数，或者是数字这些，我要说的是，这些虽然重要，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为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上帝的道，他的话语有没有充满在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充满在你我彼此之间？上帝的道，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子？我们要人数，要奉献。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我要说的是，它重要，它当然重要，它可以说是一个指标，一个自我的评鉴，说这间教会到底有没有在进展，有没有在发展，在进步。它是一个指标，一个自我评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让人家进到这个家里面，来朝见到君王，并且献上自己的礼物，心甘乐意的献上自己的礼物。
就好像东方的三博士，我不小心说三啦哈，因为习惯东方的博士们。东方的博士们，他们不是进到耶路撒冷来找君王，他们去到哪里找君王？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叫做伯利恒，破破烂烂的小地方伯利恒，然后又进入一间小小的房子，然后见到一位小小的婴孩，而那位婴孩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答对了，但是牧师身上没有糖果。我们长子等一下预备一下，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在小地方，在小房子，遇到小小的婴孩耶稣基督，这些东方的博士们就献上贵重的礼物，有什么？黄金、乳香、没药，因为他们见到君王了。今天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可不可以进到这家里面，见到君王，并且心甘乐意的将自己最宝贵的礼物拿出来奉献？而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然而我要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容，我们每一个人面容是否充满了神同在的喜乐？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旁边的人，虽然他挂口罩，有没有我们的面容有没有充满了神同在的喜乐嘛？我们的相聚是否带给人无比的释放？我们传给人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否是让人家听了之后就非常向往的一个目标？今天信徒他之所以在教会里面得到喜乐，是因为这个教会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个教会他们所做所行的都一直在荣耀神。信徒因着神被荣耀了，心就满足，就喜乐了。今天信徒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得到平安，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饶恕，有宽容，有接纳，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很放心的来认罪，借着这个团体的力量来悔改，最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明白了基督君王已经赦免他了，并且接纳他成为天国的子民。这就是信徒平安的来源。而今天信徒可以展望未来，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之道在哪里，帮助我们往那个方向来追求。对于约翰福音的读者而言，在他们的时代，今天约翰所提的这一位道，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了。他不在世上。我再说一次，这个道已经升天了，不在初代信徒，特别是约翰福音这些读者的身边了。在他们时代，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道仍旧在他们当中，这个道仍旧帮助他们维系着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道也借着圣灵的感动及引导，继续对信徒说话。这个道已经离开了肉体，得到新的灵体。这个道成为了信徒的榜样，而这些信徒跟随耶稣基督，也就延伸了道成肉身的行动。我要说的是，我们看不见道，但是从一开始，牧师说，这个道，这个主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头你讲，你敢有在听？超越时间空间的一个存在，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道仍旧借着圣灵与我们交通的。我们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说道不在我们当中。
这个主角道，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借着圣灵的交通、运行及充满，这个道仍旧在我们当中。而这个道所带给门徒的榜样，就是谦卑自己，进入人群，关怀社会，并且将道的内涵，也就是神的话语活出来。当我们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的亮光。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黑暗当中的亮光，而这个亮光将会指引人来寻求永生之道。过去的约翰团体，也就是约翰福音的读者们，他们已经摆脱了律法的控告，因为第一份圣旨律法实在没有人可以遵行，没有人遵行的情况下，人人都得罪上帝。但是第二份律法，第二份圣旨来，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这位君王要亲自来找你，但是他未必会审判你，只要你认罪，只要你悔改，他都会赦免你，他都会接纳你，他都会包容你。并且我要说的是，今天约翰福音的团体，约翰团体这群初代信徒，他们不只脱离了律法的控告，他们甚至从律法，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来认出耶稣是基督。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受膏者。就因为这个相信，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他们已经寻到了永生。今天这个序言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但是约翰他面对他所喂养的这些初代信徒，他也继续告诉我们，这个道仍旧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让这个道进入我们的肉身，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来延续道成肉身的这些行动的话，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圣经是谁的话语？神的话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道，道就在我们当中。然而，我说的不是你晚上睡觉，早上起床去上班，你都抱着这一本圣经叫做道与我同在，不是说这样子哈，请不要做这种事情。来，我们来翻开一段圣经节，一样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约翰福音39到40节，这是主耶稣对着当时宗教领袖所说的话。宗教领袖做什么事情？研究圣经、查考圣经、教导圣经。但是今天他们却对宗教领袖说这一段话。他说什么？牧师来读：你们研究圣经，认为从里面可以找到永恒的生命。其实圣经的话就是为我做见证的，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寻求生命。今天我们得救依靠的是恩典，不是行为。今天你读圣经可以得到亮光，今天你读圣经可以有所感动，今天你读圣经可以有所启示，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聪明，全部都是圣灵的赏赐及引导，以及对我们的感动。阿们。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多厉害。圣经读得懂，有得着，有感动，有亮光，这些全部都是恩典，是福分，全部都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已经进入圣灵降临节第2个主日。这个节期圣灵降临节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把信仰实践出来，你要把神的话活出来。然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为了把神的话，将神的道活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读圣经。然后就像刚刚所说的，读圣经不是靠自己多厉害，不是靠自己的聪明，
依靠的是谁的赏赐？谁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让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将道、将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后我们才可以将这个道活出来、实践出来。而最后我要说的是，道成肉身这样子的启示，也给我们跟随他的信徒一个很大的榜样。也跟我今天为什么会在台语场用华语来进行的道理一样。我们听得懂台语，也听得懂华语，但是为了要让我们的信众听得懂，我使用的语言就必须要平易近人。这样听得懂了吗？道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道成了肉身，天上的君王降到世上，但是他的方式是平易近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得了你的教训，再次我们也得到了提醒。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你的道，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他现在仍旧借着圣灵，在信的人当中。但是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让我们可以拥抱这个道，让我们可以接待这个道，让我们可以让这个道进入到我们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延续这个道神肉身的行动。主啊，你的圣子也给我们极大的榜样，为了福音，为了服务社会，为了爱人，我们许多的行动就要有如这一位从宝座上下来的君王一样，我们要平易近人，我们要像仆人一样。主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对于你的道、圣经、你的话语，我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因为主，你的真理是多么的丰富。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在你的帮助之下，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像你，使人进到教会，能够见到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向你仰望、祈求、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过来吟一个圣诗，圣诗83首，圣诗83首。耶稣基督听候，会众请起立，吟全首。耶稣基督听候，听候在路边，我家己车奔，无人做厝边，请
听主耶稣，我要真孤单，无论别有些福，看天天好的，耶稣基督受气的路边，不给的给的，望拢笑气，听主耶稣，我也真受气，为上帝高恩高，甲你当受气。耶稣基督一直的路边，所有艰苦必定，花树的一滴，请听主耶稣，叫我也当正因，让我存那关心，一直亲像你。耶稣基督跳舞的路边，所有万分激动，应听咱心里，请听主耶稣，我也得心。归来一摇椅，跳舞我陪你。耶稣基督好调的路边，谁人当行天路，我别因错意。请听主耶稣，让我免惊吓，行我头前一步，我要跟对你。会将请坐，这时来奉献。请黄冠军、吴文仁接受赐献。
会将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会长请坐，伊是来报告。为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今仔日金句，我读一遍，咱做伙来读做2遍。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阮嘛看去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福音1章14节，请。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可阮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可阮捌看去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福音1章。首部第一面，咱遮看去遐思宪的人，咱第4面有奉献的明细，咱来看，若有啥物款出入的，当来对中级伫即个所在的见证。来看第5页消息的报告。今日中昼12点，伫701是召开关怀部会议，敬请省略，请简成、陈维明、陈素颜、李俊逸、黄团群、苏玉玲、陈秋兴、简秀竹、布奇峰、郭明伟出席，另敬邀请牧师、传道及李庆章、李文贵、朱美玲列席参会。中昼12点半，伫702召开立学金审查会，请审查委员出席参加。后礼拜中昼12点10分，伫701是来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发放2020年下半年度7月到12月行税日，咱当地来看。教会消息，财务部报告，中山教会买厝基金捐款1228,100块，伫109年5月25日已经汇伫中山教会的账户。请奉献专案已经终止，会友若有感动要搁再请对中山教会来奉献就会使。6月21日下半年受洗班开课，要受洗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洽谈报名。具体消息，本会李进忠兄弟李进义接受的老爸李新发长老，用伫昨伫桃园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
请大家关心、安慰为主。本会李正业接受的囝儿，李启阳兄弟甲陈佩如姊妹得到一个千金，母女隆重平安，请为着这家人来祝福大祷。教界消息，原定7月初3伫高南教会举办的2020年妇女世界公道会礼拜活动，因为部会时间单延迟到9月24到25秋季零售旅游举行。2020年全国妇女会零售会7月27到29，地点伫西湖度假村，费用是3500块，请向伊立方会长是简碧惠副会长报名，7月初6截止。第22届全国中级联谊大会定军本地实践爱，结连普世行公义。时间是7月25，地点伫马来亚餐厅，报名400块，请到4楼公布栏来详细看下。然后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头仔通过具体的消息，知影讲正义之士甲正中兄厝内所面对的遮个哀伤的代志，一昨一定是桃园的殡仪馆有来完成即个日念个别加一个火化的遮个丧事礼仪。即点咱无拍谱咱请咱的生发长老或者遗族起立，来咱的兄弟姊妹致意。好，请坐。当然有伤心的代志，嘛有通带因恭喜的代志啦，吼，就是讲上帝手术，互因有新的产业入因的厝内安尼。通过即个周报，咱敢有发现一件代志，4代基督徒拢伫这内底，你有看到无？4代基督徒拢伫这内底，所以咱看伊讲信仰的传承就是安尼，所以咱继续为着因遮个遗族。因所得到的安慰，为着因来代祷，嘛为着因的囝儿逝世，会当承接即个真好的产业，就是即个信仰，继续为着因来关心。头我有讲到教会消息，中山教会因为要建堂的即个基金，咱一定一概拨互因。即个是即个上时呢，其实教会嘛有将咱每一个奉献的即个名单，嘛寄过去互对方。所以对方知影讲，咱教会有啥物人长期伫关心即个中山教会的即个建堂的即个奉献，所以咱的名单嘛寄过去，互对方来知影，嘛直接来甲咱感谢安尼。好，最后咱看伊讲教界消息，请咱会当拨工就是第5项来参与2020年新竹中会教育部所办的即个教会领袖甲同工的培训的即个课程。这拢是大神甲咱的教育部所合作的，所以这个师资拢真好。你若是会当拨工来参加，其实会当得到真好的装备甲造就。以上一只做报告。请来吟上营398首，吟诗说，请牧师祝祷。会友请起立，吟全首。万难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祈祷上帝。
日，听人亲像行日，诚心观念甲人感动，行去他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同，一时甲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息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帮助，互这个道进入阮的生命，会当互阮将道行出来，通过安尼荣耀你的名，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定格。我要请三甲大家行平安礼，互相祈求平安。